次日便是那園會的日子，園會一舉，還是英國19世紀的遺風。英國難得天晴，到了夏季風和日暖的時候，爵爺爵夫人們往往喜歡在自己的田莊上舉行這種半正式的集會。女人們戴了漸巍巍的寬帽圓的草帽，配了過時的絹花，絲質手套長過爪際，斯斯文文，如同參與禪堂大典。鄉下80里圓州內略具身份的人們都到齊了，牧師和牧師太太也叨陪末座。大家衣冠楚楚，在堡壘遺跡瓦礫牆中踱來踱去，僵僵地交換談話。用過茶點之後，免不了要情商幾位小姐們彈唱一曲夏天最後的玫瑰。香港人的園會卻是青出於藍，香港社會處處模仿英國習慣，然而總喜歡畫蛇添足，弄得全失本來面目。梁太太這園會便渲染着濃厚的地方色彩，草地上遍植5尺來高福字大燈籠，黃昏時點上了火，影影綽綽的，正像好萊塢拍攝清宮秘史時不可少的道具。燈籠叢裏卻又歪歪斜斜插了幾把海灘上用的遮陽傘，陽氣十足，未免有點不倫不類。丫頭老媽子們一律拖着油松大鞭，用銀盤子漸巍巍托着雞尾酒、果汁、茶點，彎着腰在傘柄林中穿來穿去。